后来，这个武汉肺炎这支的病毒来叫熊界界，公卫专家认为，即卖这个时阵，都是台湾来建立到公卫师证照制度上好的时机，唔来当协助疫情的调查，阁会当对民众抢买喙暗的乱象来发挥到卫教功能。讲希望这个已经拖20年的公共卫生司法，伫跨党派立委的支持下，会当伫法院顺利来过关。 共同支持公卫司法。跨党派立委甲专家大喊口号，希望推20档的公共卫生司法，会当尽速完成立法。我是护理师，我骄傲；我是护理师，我支持公卫师立法。没有国家考试，让他们有一个目标去考试。 学者就会防治团结，必须要公卫师投入协助防疫。台湾每当培育将近1000名公卫人才，因为学习的内容跨领域，而这期无专业，因此立法之路真艰困。我们任何的医院的院长、医师加公卫师，这可能是很好的人选，甚至药师加公卫师，他就会有一个群体的概念。第一线的人都说啊，赶紧公卫师赶紧过，我们快垮了。台湾要成为一个全球的防疫大国哈，现在欠缺的。 可能不是只有疫苗、只有药物、只有快筛，其实更欠缺的是人力。坐在这里是一个历史的时刻。世界卫生组织总算告诉全世界，这是一个这个武汉肺炎是全球大流行。这回拄着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，就看公卫司法伫调解立委的支持的，是毋是会当冲关成功？